是你，哥，这就是我想推荐进篮球队的品翔，他可厉害了。是吗？那就让我检验一下。我叫菊大花，我们来公平的比一场吧。这不是足球班吗？前2场比赛打篮球，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？哦，怎么个公平的比法？当然是我们5个对你1个。太公平了，那怎么算赢呢？在我们进3球之前，你进1球就算赢。小婷，帮我们开球。准备，嘿，哇，2个人旗鼓相当啊！不对，并非旗鼓相当，品翔跳得更高。打过7排球这件事，我会乱说吗？什么？进了！进了！这也能进？我赢了，菊大花。哎呀，突然肚子好疼啊！趁人之危进球太卑鄙了吧？刚才那把不算。这么简单的事，重新来过啊！让你们先开球还不行吗？好，诚信是做人的基本，你要记住自己的话。重新来吧，一起上！冲啊！你们怎么了？妈妈，拖鞋卡脚了！小时候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哼，这就是我在上一集给你们家的负面状态。你别得意，你也穿着拖鞋，绝对挡不住队长。你以为我这种高智商会犯那种低级错误吗？原来这就是高智商的境界。队长，负面状态消失前只能靠你了。砸棍！居然脚滑出拖鞋了，太狡猾了！太可笑了你！哥哥的情感表现会有1到5分钟的延迟，所以他正在笑1分钟前的事。哦，你哥的延迟比我蹭的无线网延迟还大。看来我要赢了。巨人弹丸喷射！那球我可是用上了3%的力气，怎么可能？他居然能接住我的巨人弹丸喷射！我的梦想是夺得全国冠军，如果赢不了你这个外行，我还有什么梦想可言？消，负面状态消除，知道厉害了吧？喂，菊大花，如果我赢了，你来足球队做守球门一职如何？你守门员呢？好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来篮球队。一言为定。守门的男人，你当定了。超巨人弹丸喷射！同样的招式对我可不管用，快滚！看我的！再让他们进1球，我就会失去一个守门天才了。品翔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还没有拿出真本事吧？哼，果然瞒不住了。没错，我虽然是绿茵英雄，对篮球也有很多经验。真的吗？你也打过篮球？没有，但我围观了隔壁少年篮球赛很多年。接下来就用多年的围观经验打败你们吧！坏仔，别想过去！妈妈，这个男人好可怕！菊大花，一决胜负吧！迫不及待！巨人弹丸！说了，这招没用，随便喊2句而已。什么？这么假的假动作，我居然还被骗了！等等，这球的力度还差点。我输了。什么嘛！那个菊大花言而无信啊！巨人说要先带篮球队夺得全国冠军，再来足球队报道，真是。他有自己的苦衷，只要能来，就不算失信。哥哥，你真的会去足球队吗？没错，约好的事情就要去实现。不过，我也要对篮球队负责。希望品翔能等我吧。哥哥，我们走错路了。啊，是吗？啊，难怪风姐和平时不一样。哥哥的路痴越来越严重了。之前提到隔壁少年球赛时，我想起了一个人。
我在此等候多时了。品香，你知道我要来？当然，我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博古通今，无所不能。吹牛！那我问你，1111111乘以1111111等于多少12345亿67654321。什么？秒答正确！那一个人以匀速每秒3毫米的速度从3000米高空落下，会不会死？当然会，因为他落到地面要11.574天，没吃没喝绝对死了。大师，此番我来。你们球队的关键人物我已经物色好了，按照上面的顺序逐一攻下即可。果然是大师，料到了我的目的，但总感觉写上名字会……不送。怎么只有照片啊？这个扑克脸是谁啊？这就是你想拉进足球队的人啊？一脸被欠钱的样子。他是谁啊？他是品祥。听说你在招人，我们想加入足球队。是你，三毛？对，谢谢你给我的3毛，老师果然表扬了我。哎，那我呢？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谁啊？我们很熟吗？放手。果然他没有记住吗？但是我也习惯了。哎，这不是7班的犬仲吗？你认识他？没错，整个城市的信息都记录在我的大脑里面。不过他不认识我。这个犬仲虽然才1年级，但已经有一只脚踏上了职业绿茵场，目前效力于螺蛳粉俱乐部。拉拢他确实是个很好的选择。等等，这个犬仲似乎吸引了品祥全部的注意力。我必须保证自己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。有了，这把绳枪是我之前研发的，给你做见面礼。哎呀，来就来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这一下一定牢牢记住我了吧？你谁啊？怎么在我班上？刚才就看见你鬼鬼祟祟的。他叫阿伦，我们刚加入足球队的。不信看这个。宝贵的时间不能浪费在自习上，不如现在就去招人。但是走廊有教导主任巡逻，果然只能从窗户出去了。用不知道哪儿来的绳枪射倒6班强将，以此为圆心做圆周运动，即可到达7班。所以呢，这个中心思想就是……飞过来了！快，品祥，上课时间不可以随便闯入别人的教室，立刻去做一件好事，弥补过错。重点是闯入教室吗？哼，今天上学路上，我看到一个女生叼着面包片狂奔，在拐角处她即将撞到一个男生，于是我短短3.1415926秒内旋转了53589次，将男生抛下天空，避免他被女生撞到骨折。这算是好事吗？孟老师？什么？你竟然是如此善良有爱的好同学！你莅临我们教室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梦想，来攻下一个人。嗨，狗二娃，我叫品祥，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男人。想不想加入足球队啊？我拒绝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喜欢足球吗？原因有2。首先，我不叫狗二娃，我叫犬仲。其次，学校没有足球场，我怎么训练，怎么比赛？有道理啊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让学校建立足球场，你就会加入足球队？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本事，我倒也想看看你的足球队是什么样的。那我们一言为定，我拭目以待。校长，我是1年5班的品祥，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男人。说重点。我认为学校应该给足球队建一个足球场。没钱。看你老大不小的了，居然好意思说没钱？每天在办公室睡觉就是你的工作，为学校拿投资不会吗？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你就是典型的例子。算了，我不和没有梦想的人谈足球，告辞。梦想有意思。品祥，怎么可以随便闯入校长室？刚才我路过操场，一个女生把自己的便当送给一个男生，我带着男生去了救助站，这算是好事吗？那没事了。喂，你会足球吗？不会。人要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，不要张口闭口都是漫无边际的梦想，那种人只能算空想家。现在不会，我以后一定会。我下个赌注吧，让枯燥的生活多一点期许。
学校除了教学楼不可以改建，其他的地你随意使用。母，你可以叫我妈，也可以叫我母亲，但不要叫我母。我要100万。啊，这是我昨天捡到的5毛钱，剩下的999999.5块5毛就靠你自己了。哇，真不愧是第一笔资金，瞬间将徐小愁的钱从7位数变成了6位数。接下来的6位数，我这个未来的绿茵英雄手到擒来。你想应聘什么岗位？搬砖。就凭你这瘦弱的体型，也想应聘这种热门岗位？想要加入，必须有渊博的知识、灵活的头脑和过人的体质。世界果然像老师教的一样复杂。第一题，行星与卫星距离近到一定程度，潮汐作用就会使卫星阶梯分散。这个是卫星阶梯距离的极限值叫什么？洛希极限。你爷爷的儿子的老婆的弟弟的大姨妈和你外婆的大表哥是什么关系？表兄妹。假如你一只手一次能搬3块砖，30块砖你要搬多久？1次。小兄弟简直是百年难遇的搬砖奇才呀！我决定聘用你。为了建设足球场，我要开始搬砖了。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。这家伙认真了吗？真是笨蛋！还我血汗钱！还我血汗钱！还我血汗钱！2元一件，2元一件了啊！2元不算贵，不用回家开个家庭会。2元又不多，买不了房子，买不了车。现在谁还买地摊货呀？走吧走吧。狗二娃，想不到赚钱这么困难。喂，把头抬起来。现实不易，但别轻易放弃。先拿去用，等足球场建好了再还给我吧。谢谢。但是别但是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拜拜。但是前面有个坑。哦。自那之后，我便觉得世上老板再无阴雨天。都照旧。小伙子，还在为赚钱早起吗？这碗新配方豆浆，给你加加油。有样东西不得不还。啊！这是什么不可思议的豆浆？刚入口便占领了我的味蕾，侵蚀了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。我好像看到了银河的源头，宇宙的奥秘，超然物外的幸福击中了我的心。老板，请把你的豆浆配方卖给我。我守着份安静，呼吸着傍晚，任由汗水浸湿衣衫。远处传来的欢声勾起从前那一天，你我约定永远。再见。